第15届信义儿童动画奖，一届拢总有100多件小学生的作品，而且这拢是因对生活的经验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今天不是快乐的一天，班上的女生都离我远远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朴黑色的背景，搭配简单的线条，一个来自部落的树皮做背景，国北教台附设小学的囡仔创作52号子查某囡仔奇幻日记的动画。故事是讲，团队成员周记已经和同学欺负爸母无了解。同学就是我走过来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感觉有一个磁性，必须就是正气跟正气必须走掉。伫咧受水的时阵，感受到平静，对画图内面找到想象世界个别孤单。评审认为内容正顺，幼部的表现也正特别。一个来自台北市无共小学，即阵伫咧工作室学习的囡仔，因的作品叫做《廖景正西瓜》。臭死人了！他不小心的啊！我的吃饭考卷。你有去过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想象？看影片，自己拍的，最棒。自台东去高雄户外教学，看到什么戏拢正好奇。台东县初来国小的囡仔，用黏土甲画图呈现因所看到的。港桥对我们来说其实很难用，我们要让它平衡，而且还要让它可以很通顺的转。做那些东西，可是有时候材料不够嘛，然后有时候那个灯也不够，然后就要看谁要先拍嘛。可是有时候这里我们就会先吵架。为制作动画无简单，互相沟通也正忝。但是这寡囡仔讲，做动画虽然辛苦，不过也是继续创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